今日翻隻勞力士全套啊，粉絲睇先，打開。哇，好耐冇收過全套啦！粉絲睇先，噔噔，係啊，間金啊 ，GMT 啊，間金 GMT。我人生啊第一隻買間金嘅就係呢隻錶啊！我當時買，我記得我嗰時係10幾年買嘅，12、13年啊，嗰陣時買10萬蚊，依家買好似12萬到啦，第二日以日價買咯，即係新嘅。咁啊，依家粉絲執漏價啊，86,800，86,800啊，全套啊，正啊，間金嘅靚仔啊！早兩日嗰隻灰遊艇都已經賣咗啊，大家唔使再問我啊。咁啊，有個閪佬咧喺評論區話我冇錢帶日誌，睇下以後點買日誌。咁冇錢係買日誌噶啦，咁中意睇我朋友都因為我講真說話嘅啫，唔通中意我話有錢人先買日誌啊？日誌仲勁過地通拿咩？唔通啊？我唔識指鹿為馬啦，咁打日誌嘅朋友努力下買第二隻、第三隻啦，買勞力士都唔會買一隻噶啦，好似陳奕迅唱歌咁，勞力士無止境，買一隻邊會夠嘅？點讚點開始發出去，建設性評論，痛擊黑粉。精神啊！要間金 GMT 揾我啊！983全套86,800，麻煩大家訂閱我嘅頻道，點 like share 條片出去，按埋個鐘仔，記得幫我建設性評論，通擊黑粉，精神。